初本日一台参加救灾的空军中队的救难直升机不幸喺屏东山区插拍，救难队家家去现场前，不过传过来係唔好嘅消息，證實23名機組人員已經過世呢，而呢個遺體當主要陸續運轉來，家屬有一定嘅傷心。空軍中隊講會全力爭取從油來付息，每個月請到會有1000萬元嘅付息金。鹿鼎希望調議救護車天天呢將3個疑難嘅機組人員遺體送到殯儀館暫時安置。民眾現場內政鋪裝要了儀面無寸分，救難人員新冠程度嘅艱苦尚未知。早晨救難人員就緊急出發，去到殯行機實時嘅地點去設。不過傳出來嘅係3名機組員卡托直升機嘅殘骸度無畏生命。永遠感念他們的貢獻，謝謝他們，我們永遠懷念他們，謝謝。發現飛機的殘骸在霧台鄉愛寮溪的山壁上。照當時看到嘅人講，直升機嘅時以衝係唔到後衝到山區流動用嘅工作，滅熱團體將會做下來。知道那個機艙是不是因為碰到那個流冷的線，所以斷成2半啊？那個直升機的一半，我們當場看就是直升機的尾巴斷掉啊，然後就慢慢就盤旋掉到那個山壁，然後再滾到河流。實施殯行機項包含正駕駛總順發、副駕駛王仲立、後機工總王明志，3名都係經驗同豐富嘅空軍專員。遇到安樣嘅事件，目前嘅新冠程度都當通常，不過現實最希望做得了解到真實嘅實施原因。沒有錯，這災民的心理我可以體會，但是也是要考慮到種種的因素，也不是說你硬撐着要去救難。那你看每年都會造成這種結果啊。也很照顧啊，也很孝啊，很孝順啊。那你飛機上的相關設備有沒有提升？有沒有更新？或者甚至於考慮說你要更換比較好的飛機？希望了解說這次發生事情，它的原因在哪裡？現時空軍總隊初步判斷，亞類事故應該會天時唔好造成呢。3名機組人員因公殉職，堅持到親密無辜危險嘅表現，係大家新冠程度請勇敢嘅戰士。新聞已經有5個月綜合報道。